記住喎，含胸拔背，虛靈頂頸，係啦，兩手微微縮去後邊，好啦，跟住做個拱手禮，好，揚手，劈住接刀，係啦，個步蹲落去，好啦，跟住出刀勢，一望完望左邊，跟手看壓刀勢。OK， 記住壓刀勢唔好八字腳走嘅，記得 OK 得唔得？好，跟住拋刀接刀勢，盡量將拋刀接刀嘅動作由你嘅後邊推返上去你嘅前邊，咁你咧就慳咗一個動作，因為你呢個後腳一收，跟住就會做咗個右定膝，收過嚟，左定膝。得唔得？收埋嚟，右撩刀，左撩刀，上步膝，迎推刺 ，OK， 得唔得？好，差唔多啦，係啊。